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秒懂新聞。今日我哋繼續深入跟進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李卓興喺新加坡爆粗事件嘅最新後續發展。呢單事件自5月22日發生至今，已經持續發酵超過10日，不但喺香港社會引起廣泛討論，更波及新加坡。當地傳媒報道，與此同時，校董會同辦學團體喺6月3日作出重大決定，充分反映出教育界對教師專業操守嘅嚴格要求，以及對學校整體聲譽同運作穩定嘅高度重視。根據新會、商會、中學法團校董會喺6月3日正式公布，不接受李卓興早前提交嘅辭職申請。呢個決定背後有清晰嘅考量，因為李卓興喺5月28日遞交嘅辭職信，要求生效日期延至今年8月31日，即新學年開始之前繼續留任。校董會同辦學團體經過緊急商討後，一致認為，如果容許李卓興留任到8月底，將會嚴重影響學校正常運作，令校內師生難以盡快重新前行，專注學習同教學。因此，校董會作出更果斷嘅決定，即時解僱李卓興，並免去佢一切職務。此外，辦學團體同法團校董會強調，李卓興喺新加坡交流團期間嘅行為，已嚴重違反教職人員專業守則。作為一校之長，佢本應以身作則，無論身處何地，都要保持冷靜同理性。但事件證據包括網上短片同面談記錄，顯示佢嘅言行不單止損害學校聲譽，更有負辦學團體多年來興學育才嘅努力同成果。因此，校董會跟從辦學團體指示，果斷採取即時解僱嘅強硬措施，以維護學校整體利益。值得留意嘅係，為咗依法處理今次事件，校董會明確引用僱傭條例第9條，容許僱主喺僱員有嚴重不當行為嘅情況下，無需給予通知期或代通知金而終止合約。具體適用情況包括行為不當、故意不服從、合法合理命令、犯欺詐或不忠實行為，以及慣常疏忽職責。今次事件主要適用於行為不當類別，因為李卓興嘅粗鄙言行被視為嚴重違反誠信同專業標準。事件發展至今，校董會除咗即時解僱之外，仲同步推出了一系列跟進行動，包括副校長陳慶聰即日起擔任代理校長，直至新校長正式上任為止。與此同時，法團校董會將成立校長遴選委員會，公開招聘繼任人，確保學校領導層盡快回復穩定同高效運作。呢啲安排顯示校方唔單止處理危機，更積極規劃未來發展。另一方面，校董會就事件向香港同新加坡各界人士衷心致歉，承認李卓興嘅行為引起公眾不安。佢哋已經指示學校密切留意學生同家長嘅情緒反應，有需要即時提供輔導支援。為咗長遠改善，校董會會審視同加強教職員工嘅行為指引，確保每一位教師都嚴格遵守專業操守，以身作則，引導學生追求正確價值觀。此外，校董會仲會成立專責團隊，由資深教育界人士組成，全面檢視學校行政同人事管理，向校董會提出具體改善建議。呢一系列措施體現咗校方對危機管理嘅全面態度。呢單事件對社會嘅影響相當深遠。喺香港，教師尤其係校長一向被視為學生楷模，佢哋嘅言行直接塑造下一代價值觀。事件爆發後，公眾普遍關注教師專業形象、海外交流活動安全管理，以及教育機構處理人事問題嘅透明度。新加坡方面亦有傳媒跟進報導，事件一度影響兩地形象。教育局早前已要求校方嚴肅跟進並提交詳細報告，重申師德係教師立身之本。整體嚟講，呢件事提醒全港教育工作者同公眾人物，無論身處邊度，都要時刻謹言慎行，因為一時衝動可能帶來長遠後果。回顧事件嘅背景同經過，有助大家更加清楚事情全貌。事發喺2026年5月22日，李卓興帶領新會商會中學約34名中一至中五學生參加新加坡經濟及科技研學團期間，因為租用旅遊巴士泊車問題，與當地2名非華裔女保安發生爭執。根據網上流傳短片，李卓興涉嫌使用廣東話粗口，包括帶有性相關字眼，辱罵對方，又以英語喝令對方 You shut up， 並叫對方行開啦你。
佢更扮鬼臉，作出挑釁手勢，甚至講出嗨咩嗨、嗨你阿媽等極度粗鄙言語。期間有女職員試圖調停，但未成功。事件被網民拍攝上傳社交平台，迅速引起香港同新加坡兩地廣泛關注。此外，交流團期間仲有另一段片段顯示，李卓興喺旅遊巴上同學生玩接銀紙遊戲，並有啲女人好貪心等言論。呢啲額外行為進一步加劇公眾對校長專業操守嘅質疑。校董會喺5月26日已決定即時停止李卓興職務，由副校長暫代，並展開調查。教育局亦高度關注，要求校方書面交代。面對事件曝光，李卓興喺5月28日接受點新聞訪問時，公開落淚道歉。佢表示，作為校長本應以身作則，無論任何情況都要保持冷靜同克制，但自己冇做到。佢向全港市民、新加坡各界同學生鞠躬致歉，承諾會配合教育局同校董會一切調查同安排，同時辭去地區工作，包括屯門西北分區委員會委員同關愛隊職務。佢寄語學生唔好學我，喺任何時候都要盡力保持冷靜，用理性方式解決問題，以我為戒，唔好因一時衝動講出令自己日後會後悔嘅說話。呢段道歉雖然真誠，但事件已經對學校造成一定影響。李卓興同日向校董會提交辭職信，要求8月31日生效。原本佢可能希望留任到暑假結束，但校董會同辦學團體經過審慎考慮，認為呢個時間表唔適合，最終決定即時解僱。事件發展到呢一步，網民對校董會決定嘅看法大致以正面為主，但亦存在不同聲音。喺討論區同社交平台，好多網民讚揚校董會果斷處理，認為即時解僱係正確做法，能夠盡快讓學校回復正常秩序，保護學生同教師士氣。有意見指出，校長作為公眾人物，言行必須達到更高標準，留任只會令師生更難集中精神。亦有網民提到，僱傭條例第9條嘅應用喺呢次事件中係合理嘅，因為短片證據同面談記錄已經足夠支持行為不當嘅結論。不過，亦有部分網民認為事件雖然嚴重，但即時解僱是否過重，需要平衡考慮。李卓興過去對學校嘅貢獻同佢已經公開道歉嘅態度，有人擔心呢個決定可能影響李卓興日後就業機會，或者觸發勞資爭議。但整體輿論主流仍然支持校董會嘅強硬立場，認為教育機構唔能夠容忍損害專業形象嘅行為，尤其涉及海外交流時，更需注意維護香港人形象。總括而言，李卓興新加坡爆粗事件由一宗泊車糾紛演變成教育界嘅嚴重操守問題。校董會同辦學團體嘅果斷決定，體現咗對師德同學校前途嘅高度重視。透過即時解僱、任命代理校長、加強行為指引同成立專責團隊等措施，學校有望盡快走出陰霾，重新專注育才使命。呢件事亦為全港教師同校長敲響警鐘。專業操守無分境內境外，任何時刻都要謹言慎行，以身作則。作為公眾，我哋期待新會、商會、中學喺新領導層帶領下，能夠重拾信心，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同時，亦希望類似事件成為契機，推動教育界進一步完善海外交流管理同教師培訓。師德建設永遠係教育嘅根基，只有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嚴以律己，社會先能夠對學校同教師充滿信心。今次講到呢度，感謝各位朋友收睇，我哋下次再見。